我出生喺一個小家庭，我當然係有一個爸爸，有一個媽媽啦嚇。如果唔係點會有我啊？然後我哋有3兄弟啊，3個都係仔，我係大哥哥。我爸爸係一個船員嚟嘅，一年當中佢只有大概3個月嘅時間會喺香港嘅啫。我諗我人生嘅第一個挫敗應該係出現喺我大概7、8歲嘅時候度。而家諗翻轉頭，我諗我有理由相信，當我7、8歲嘅時候，我爸爸係患上咗呢一個嘅躁狂症，甚至乎可以講係有啲虐待嘅傾向。因為喺屋企裏面呢，每一位嘅成員，包括我媽媽以及我哋3兄弟呢，都會輪番咁樣俾佢打嘅，有理由地打，冇理由亦都打。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呢，喺數學方面呢，我係一個奇才嚟嘅，而才呢係蠢才嘅才啊！我考試測驗從來都未合格過，我幾咁努力都好，都唔會合格。但係有一次我測驗派咗卷，然後我爸爸接我校巴，搭緊 lift 上屋企嘅時候，我好興奮咁話俾佢聽啊，爸爸，我嘅測驗終於合格啦！佢問我幾多分啊？我話61分啊！然後啪一巴冚埋嚟。坦白講，我由細到大我都係一個幾韌皮嘅小朋友嚟嘅。呢一巴打落我塊面度一啲都唔痛，但係好可惜係直接打咗落我嘅心度，我心好痛，我好失望。我呢個小朋友期待住讚賞嘅時候，點知換來嘅係一巴掌。又例如我試過細個騎住佢膊馬喺街度行嘅時候，行街嘅時候，你諗下，騎得爸爸膊馬嘅都係好細個啦，啱啱學識吹口哨。我見到一架好靚嘅車，於是乎我就咁樣，然後返到屋企呢，佢就二話不說將個凌空掟咗落床，撳住我嚟打。撳到我唞唔到氣，我幾乎窒息。佢話我吹口哨喺條街度吹口哨係流民嘅行為，所以打。當其時我唔係好理解嘅嚇，我理解嘅就係如果我對住個靚女或者對住個超短裙吹口哨，我係一個流民。但我對住一件死物，對住一架車吹口哨，我唔係好明佢點解話我係一個流民啊。但係 anyway， 總之就係要打。佢亦都會將我細佬打到皮開肉爛嘅。我記得我嗰陣時7、8歲，我會諗幾時我俾佢打到我成年啊？幾時我先至到18歲？如果我係保持住一個消極嘅態度，我會覺得冇啦，我人生冇啦。由7、8歲一路打到我18歲，打到我去識得還手嘅時候，我就會還手。然後如果到時我老豆再打我，我就還手，我還手佢就報警，佢報警我就俾人拉。咁如果佢唔打我，係打我阿媽而我還手，到最後我一樣係俾人拉。我人生玩完嘅啦，係咁啦，放棄自己。如果我係保持住呢一種態度呢，就弊嘅。但係好多謝天主賜俾我另外一種嘅智慧，我冇咁樣諗啊，我反而係用一種倒數嘅心情。我會諗，反正佢每年翻嚟都係3個月啫嘛，而家冤過咗2個月啦，剩翻1個月啫嘛。1個月當中唔係日日發作噶嘛，我打你有一半時間發作，即係剩翻2個禮拜啫嘛。2個禮拜當中唔係鑊我中招啩？有啲時候我細佬中招噶嘛，又或者我中招，我賴落我細佬度都得噶嘛，係嘛？呢啲唔好學啊！我就係保持住呢一種嘅態度，我反而係當我爸爸翻嚟嘅時候，我係每過一日我開心啲，每過一日我開心啲，每過一日我開心啲。如果唔係，我就會全年都唔開心㗎啦。佢翻嚟嘅時候我唔開心，佢走咗嘅時候我會覺得佢遲早會翻嚟，我唔開心。然後佢就嚟翻嘅時候我又唔開心，咁就變咗我一年365日都唔開心。好彩我用咗另外一種嘅智慧，而呢一種智慧我哋常常喺一啲嘅心靈雞湯裏面我哋都會見到嘅，就係類似話環境不能變，我哋就改變我哋嘅心境啦。咁呢一個呢，亦都算係一種 passion， 就係我自細開始我對生命嘅喜樂嘅 passion。
我希望我生命得到喜樂，我就諗辦法令到自己開心。去到我大概14歲嘅時候到啦，我爸爸就選擇咗離開我哋嘅家庭，去投入另外一個家庭。當然係唔開心嘅，但係坦白講，喺當其時嘅我嚟講，我真係開心多於唔開心㗎嚇。即係終於係唔使再面臨，雖然你話1年3個月啫，終於都唔使面臨，連個3個月都唔使面臨啦咁。嚟到呢個時候呢，我或者可以同大家輕輕咁講我由細到大我曾經出現過嘅3個志願。我一出世幾個月大到呢，我就領洗。我係個天主教徒嚟嘅，然後讀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都係天主教學校。特別係小學嘅時候，耳濡目染底下，我見到我去彌撒嘅時候呢，見到神父高高在上喺個祭台上面啦。咁然後即係我講嘢，你哋要聽，然後你要靜晒嘅，我講嘢咩都啱嘅咁樣。我覺得好有型啊嚇！咁然後我就立志呢，將來呢，大個之後呢，係做一個神父㗎。啲咁多笑聲，我感受到呢啲笑聲係啲咁多恥笑就張偉健做神父唔係話咁，冇錯。當我長大慢慢發育啦即係越發育成熟，我就越發覺得我自己呢係對異性呢係有啲咁多興趣嘅。咁而神父呢係不能談戀愛結婚嘅，係啊，即係不瞞你說，主要係呢個原因。咁所以呢，我就同天主講，即係excuse me， 我諗即係你嘅子女有啲唔使個個做神父修女，應該你都會錫嘅嚇咁。咁我打消咗做神父呢個念頭啊。第二個志願呢，就係做一名足球員。我大概 Form 2嘅時候到呢，我就當其時我被一隊香港甲組嘅足球隊，當其時可以講係班霸嚟㗎啦嚇。咁佢哋呢召咗我入去受訓，咁佢哋打算呢就受訓訓練我大概2年度嘅時間之後呢，就會同我正式簽約加入預備組，然後呢踢2年預備組呢就會踢甲組後備。如果順利的話，踢2-3年甲組後備呢，就可以大概喺19歲左近嘅時候呢，就可以踢甲組正選。如果踢得再好啲呢，就可以入香港隊咁樣㗎啦。咁我呢，就由嗰陣時開始呢，我所有嘅老師、我啲同學、我屋企人都認定咗我將來嗰條路呢，就一定係做職業足球員㗎啦。咁所以呢，嗰陣時呢，我每個禮拜呢，有好幾日呢，都係上去球會度練波嘅咁。點知呢，喺我受訓咗大概2年之後呢，突然間有一日呢，教練呢就同我講話：Dickie，我睇由下個禮拜開始呢，你就唔好再嚟訓練啦。你都係俾心機讀書啦。咁點解呢？佢冇，因為你而家即係受訓嗰個，你嗰個打個位呢，打龍門嘅，但係而家2年過去啊，我唔係好覺你有高過喎。即係2年應該你嘅年紀應該差唔多到6尺㗎啦。咁即係做職業嘅守門員要起碼有6尺高先得㗎。我睇你咁嘅趨勢呢，你可能高曾志偉少少嘅啫咁。咁我突然間覺得好彷徨啊，因為自己都認定咗自己嗰條路應該係做職業球員，你突然間話俾我聽，我呢條路係行唔通嘅，咁點算呢？好彩咁啱喺嗰個時候呢，有位歌手出道，呢位歌手已經唔喺度啦，佢叫陳百強，咁佢係我偶像嚟嘅。咁嗰陣時我見到陳百強，哇，好正喎，唱歌好聽喎，我不能成為一個球星。我可以成為一個歌星嘅啫，球星要6尺高，歌星唔使6尺高啩？我睇陳百強都冇6尺高啦。於是乎，我就由一日到黑練波，就變成一日到黑練歌啊！我唔知練嚟做乜嘅喎嚇，總之我就成日練歌啦。我記得到咗17歲嗰一年啦，有一日我阿媽同我講：屋企已經冇晒錢，你唔可以再讀書，然後你要出嚟做嘢，幫手養家。哇！當其時養家2個字喺我頭頂，好似一個好大嘅錘壓落嚟咁。17歲
養家，對於一個17歲嘅年青人嚟講，我覺得係呢個壓力太大嘅。我相信如果你12歲讀 Form 1， 17歲可能係Form 6咁上緊啦嚇。Form 6好多同學可能仲喺度研究緊自己功課啦，研究緊邊隻機打邊隻遊戲好玩啦，研究緊邊對波鞋抵買啦。但係我17歲嘅時候，我係要研究如何養家，我係唔知道。中國人所講嘅船到橋頭自然直，基督徒所講嘅係交託，我唯有交託，我交託俾天主。你叫我養家，我揾乜嘢嚟養家呢？終於天主就回應咗我，佢話：你咁中意唱歌，我就俾一份唱歌嘅職業你，等你養家。突然間真係有份工揾我去一啲餐廳走廊度唱歌。我記得我第一份唱餐廳走廊嘅歌呢，就係嘅工呢，就係一晚唱大概1個鐘頭到啦，係有50蚊嘅人工嘅。咁然後呢，我唱嘅時間呢係半夜2點鐘，而間餐廳閂門嘅時間呢係3點鐘。2點鐘仲喺間餐廳度嘅人會係乜嘢人呢？一係就已經飲醉咗，一係呢就醉翁之意不在酒嘅人，而係冇人留意我呢一個年青人喺個台上面講乜嘢，唱咩歌，冇人留意，冇人知你，完全 ignore 你嘅。但係我冇因為咁樣嘅環境而 hea 唱。我依然好努力咁去唱，